樂齡鼓基於音樂療法，深度融合中國傳統古文化與智能科技，通過聲波頻率與大腦神經的共振機制，能有效激活神經可塑性，延緩認知衰退，以節奏訓練、社交激勵為一體化干預。節奏坊通過節奏遊戲訓練手眼協調與反應速度，動態畫面提示引導長者同步敲擊。民族樂園沉浸式體驗端午賽龍舟、元宵鑼鼓等經典民俗，深度喚醒文化記憶，在互動節奏中樂享傳統精髓。設備內置高靈敏度傳感器與獨立核心處理芯片，毫秒級精準捕捉敲擊動作，為長者提供安全、精準、舒適的交互體驗。支持單人訓練，亦可以多人互動比賽，增強長者社交能力，提高樂趣，減少孤獨感。集成生物傳感器，實時監測心率、擊鼓力度等數據，訓練效果可視化，助力科學健康管理。樂齡鼓幫助長者在趣味訓練中提升認知功能，為預防認知症提供創新解決方案。衛訊軟件有限公司期待與你合作。